有冇發現小朋友花咗好多時間背生字、學 grammar， 但係依然困喺阿巴英語嘅循環？你係咪買勻晒啲繪本，先發現啲內容又舊，體系又亂？小朋友好快就卡關。語言係小朋友認識世界嘅方式，閱讀係佢哋睇見未來嘅窗口。我哋要 say no to 母校嘅學習，係時候幫小朋友揀一個真正嘅全球標準。歡迎嚟到海尼曼 FPC。到底 FPC 係乜嘢？真正嘅權威，我哋嘅出品方係美國百年教育巨頭，被譽為美國人教版嘅 HMH 集團，係標準嘅制定者。我哋嘅核心理論源於全球分級閱讀嘅奠基人 Founders Pinnell。你好熟嘅 RAZ 呢啲產品都係參考 FPC 嘅標準嚟制定。完整嘅體系，我哋提供 A 到 Z 總共26個精細級別，涵蓋超過1300本原版繪本，一站式搞掂3至15歲全學齡嘅閱讀需求。最新嘅 content， 我哋係2020年全球最新版本，內容緊貼現代科技科普呢啲高考趨勢，告別20年前嗰啲舊資訊。點解 FPC 係一個更科學嘅選擇？獨家雙螺旋設計同卡關 say goodbye。傳統分級閱讀好似 Reza 係直線式爬坡，小朋友好易卡級同埋打沉字訊。FPC 獨創螺旋式上升設計，核心句型同詞彙會喺唔同主題嘅繪本入邊反覆出現，俾小朋友喺不斷鞏固之中穩步前進，真正做到唔卡級。1:1黃金配比，銜接未來學術。市面上好多產品都偏重古仔，而 FPC 係行業罕有嘅虛構同非虛構1:1黃金配比。我哋深知低 level 用故仔激發興趣，高 level 咧就一定要用科普銜接學術。呢個設計完美，對標新高考新課標對科普閱讀同思辨能力嘅要求。完整嘅學習閉環唔只係讀過，傳統閱讀 app 只係一個圖書館。FPC 係一個精讀訓練場，我哋獨創嘅可理解性輸入4步法，透過聽講讀連唱打造學習閉環 ensure 小朋友係真正學識每一本書，而唔只係讀過。FPC 可以為你嘅家庭帶嚟啲乜啊？成為開口神器 KO 啞巴英語。因為 FPC 嘅科學輸入法，小朋友唔再係死記硬背，而係真正理解同埋建立起英文聲音同畫面意義嘅直接 linkage。小朋友讀完就肯開口講，呢個就係 FPC 被叫做開口神器嘅原因。真正唔費媽，路徑幫你 plan 好晒，你唔需要再煩惱揀書，唔需要搞點讀筆。FPC 就係你小朋友嘅成長地圖，每日淨係15分鐘，跟住個 system 行 AI 智能抖音防卡級機制，學習報告一站式搞掂，清晰嘅可視化成長，睇得見嘅未來。由3歲嘅 AC 級去到初中高階嘅 XC 級。海尼曼 FPC 陪住小朋友行每一步，呢個唔只係一套分級閱讀，呢個係你俾小朋友嘅未來，一張通往世界嘅入場券。你唔需要再揀嘅，因為全世界已經幫你做咗選擇咯。海尼曼 FPC 分級閱讀㗎，即刻 download 開啟你小朋友嘅 AZ 成長地圖。